在台南有一間平間的奧多麥停車場，有民眾發現要入去的出入口上過矮，對新竹朋友是無解糾正。新竹團體嘛指出，若停車出入有問題，有一寡平間都咧要找一間友善的無障礙便所嘛有困難。平院回應，目前這停車場也在整修，會閣來調整動線，打造友善的就醫環境。在台南這間平院的機車停車場內底雖然有畫無障礙的停車位，不過詳細看出入口煞真矮，嘛有一個輪椅的民眾講，捌佇出入口等幾步，無人甲開門通出去，呼籲平院通愛重視身心障礙者的用路權益。面對外界質疑，平院出面背會停車場對今年初開始整修，目前陸續咧增加車牌辨識等系統，針對動線等問題，嘛已經咧研議改善的方案。身心障礙者那種特制的機車，讓它有一個停車的空間，因為它大概要占到一般機車位的2個位置，所以那個位置它有它的規定，就是225乘以230，就是它的大小的規格。我們車牌辨識系統進去的時候，是車牌感應進去之後，那要出去的時候是另外一邊，那可能以對一個使用輪椅的身心障礙病友來講會相對不方便。那其實我們停車場有專任的管理人員，那也有旁邊也有那個呼叫鈴，其實是可以請求協助的。除了停車場動線引起討論，新竹團體嘛指出，日常生活當中無障礙設施也真欠缺。那部分平院新竹便所空間有較矮，致使因出外閣定找無適合的便所通用，攏得愛靠他家己的友善地圖，也是去派出所和特定機構借便所。像這種如果空間不足，對我們來講很難使用的話，其實對我不方便，我就會考量這家可能就不來了，可能換另外一家。院方回應，針對朋友反映的意見，目前會甲相關單位討論，重新做調整，未來嘛會繼續檢視平院的硬體設施，真正落實友善的就醫環境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